快停轿！停！你我兄妹多年未见，不必行大礼。不，先君臣，后兄妹，横绰不敢僭越。这些年，朕一直惦记你。你可还记得这是什么？ 不记得了，怎么会不记得呢？这是你出嫁前你送给朕的金丝蝈蝈笼子，你小时候最爱玩的。身为笼中人，哪里还喜欢玩这种笼中虫？皇上所言，横绰真的不记得了。天色不早，横绰先回府了。你还是赶紧搬回慈宁宫常住吧。 皇额娘最惦记的就是你。等我生下这个孩子，我自会去陪伴皇额娘。我欠了她孝道，我一定会用余生弥补。望皇上也是。不会原谅朕了。皇上还要关我多久啊？主儿，您再等等，或许皇上很快就放您了。放过了我，什么时候能放过我的孩子？ 我真想念永成、永轩，还有永熙。御史向皇上进献粮草，还力抗准噶尔，救助我大军。皇上会顾及御史，也顾及您的。听说巴陵王给你来信了，可怎么说？还能说什么？安慰我的丧女之痛，也叫我打起精神来。 这是巴陵王的远见。准噶尔战事刚平，皇上厚赏了巴陵部上下，这也是你的脸面呀。好了，我知道你心疼六公主没了，可皇上只要照样宠你，再过个1年半载的，孩子就又有了。朕已经命人重新绘制地图，将准噶尔之地详细详度，完整的载入皇舆全图了。皇上完成了先祖之愿，理当普天同庆，以告慰列祖列宗。这平定准噶尔之后，便是边地一直不肯驯服于朕的韩部了。韩部与准噶尔素来亲近，皇上已经平定了准噶尔，收复韩部也是指日可待。 朕也是这么想。如意啊，有件事情，朕想和你商量。朕平定准噶尔之后，万国来贺。此次战役，金氏的母族御氏一族颇有贡献。这前朝后宫都有庆典。朕想着，这样的场合，若是金氏禁足不出席的话，朕是怕御氏会有非议。 皇上的意思是，金氏禁足之后，一直是以答应的位分对待，每日还要受鞭刑。朕想，为了顾及御氏的颜面，朕想停了他的鞭刑，复他贵妃之位。来日他要是见到了御氏族人，也不会说咱们亏待了他，委屈了他。
国事在上，皇上决定就是了。如意啊，朕也是出于无奈，为难你了。嘉贵妃还真是，一放出来就摇身一变，又是贵妃的架势了。听说啊，皇上学了4阿哥，常出入启祥宫请安。儿子请额娘安。儿子，太好了，真好，真好，额娘又能常常见到你了。额娘受苦了，这次叫儿子来有什么吩咐？来，额娘刚刚去了协芳殿，见了你弟弟永璇和永兴。前几日承蒙皇恩，额娘还见了御史使者。有2件重要的事要与你商议，坐。额娘，您这又胡乱想什么呢？别忘了，您前几日刚复了位分放出来，您别再动这些歪心思了。什么叫歪心思啊？额娘都是为了你，为了你能登上太子之位，你怎么倒先放弃了？儿子不敢，您说吧。这第1件。便是你的婚事，额娘一直替你留意着好人家，皇上也答应额娘了。只要是额娘看中的，皇上便会为你指婚。当真？天子之言岂能有假？那额娘看中了哪家哥哥？贤弟在世时，与和宜亲王最为兄弟情深。和宜亲王的次女嫁与扶桑娥为妻，他2人有位格格，聪慧善良，高贵大方。嫁与你为福晋最为合适。可他们肯吗？夫凭妻贵，妻凭夫贵都是一体的，他们当然肯。皇上为何会看重孝贤皇后？还不是因为她的出身和家世。只要你娶了扶桑娥之女，对咱们来说更是一重依靠。那第2件事？第2件事更为重要。已经有人替你开口了。前2日，御史来贺，使者向朕打探，是否有立太子之意。那人说起，孝贤皇后生前2位皇子早夭，朕既爱重永成，何不让永成为孝贤皇后4子？来日在孝贤皇后陵前，也可有人祭祀供奉。傅恒，你是孝贤皇后的亲弟弟，你来说说。孝贤皇后生前喜爱4阿哥，常待在长春宫，这是事实。可孝贤皇后也从未提起过要抚养4阿哥之事。想来，孝贤皇后对4阿哥，无非是中宫嫡母对皇子的关爱而已。额娘，这事妥吗？不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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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妥！额娘，此事不妥。这有何不妥？永成，额娘只要还有一口气在，就会为了你去争到底。哎呀，你吃亏的就是从额娘的腹中拔出，不是托生在中宫腹中。之前孝贤皇后在世时，额娘也跟她提起过，要她抚育你，以你为养子。额娘。皇额娘也有亲生的12阿哥呀。是，我就算过继给了孝贤皇后，成了她的儿子，又算什么呢？有什么用呢？如今的中宫是继后，孝贤皇后是嫡后，就凭他，也配和孝贤皇后比肩？便是他的儿子，也不能和孝贤皇后的儿子比。否则，为什么2阿哥、7阿哥还年幼，皇上就想着立太子？
如今12阿哥都几岁了，皇上却从未提起过。那咱还是慎重慎重吧。相信额娘。今年不知道怎么了，天儿虽热，但总觉得身上凉津津的。大概身子也是真的虚了吧。岁月催人老，谁不想多留时光，停住片刻呢？谁还没有老的那天啊？倒是听说嘉贵妃每日要装扮数个时辰才肯出门，这大半夜的还要用人参、玫瑰水熬在一起，净手泡脚。臣妾听着呀，都觉得累得慌。一个女人，若是连自己的脸面都不顾了，不懂得收拾打扮，那还叫什么女人啊？嘉贵妃的心可真宽，8阿哥的腿废了，4阿哥也不能负宠如前，你还能整日想着打扮自己，咱们可真是学不会啊！永成一时受小人陷害，连着永璇也坠马受伤。可他们毕竟是皇上的儿子，即便是腿受伤了，即便是恩宠不在，那也是奉子龙孙。嫔妃之中，嘉贵妃子嗣最多，也是叫人羡慕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永璋敦厚有礼，永琪更是皇上的左膀右臂，生子应当如此，才是先祖的孝子贤孙。这想想圣祖的8阿哥、9阿哥，因争帝位被先帝削爵捐尽，一个叫阿奇那，一个叫赛斯黑，极尽羞辱，哪里有半点奉子龙孙的颜面？你们是拿圣祖8阿哥允祀于本宫的8阿哥比吗？嘉贵妃如此多心，是说皇上也会有这样的儿子吗？皇上的孩子自然不会如此，更何况臣妾的儿子，一个行8，一个行4，也是占了运气的。太宗是皇8子登基，先帝是皇4子登基，皇上也是皇4子。即便是臣妾的儿子再不争气，有祖宗的福泽传承，怕也换不到哪儿去。皇子们自然会受到先祖福泽的庇佑，只是嘉贵妃，你需慎言。臣妾知道。行了，今儿都散了吧，都回吧。娘娘，娘娘，你怎么了？皇后娘娘，娘娘，今年没挪去园子避暑，怕是热着了您。朕已经吩咐过冰库了，您这儿的供应会足足的。不去园子里也好，车马折腾也麻烦。再则，在紫禁城里，恒绰和恒提来看哀家，也方便。是啊，皇娘手抄的经文，儿子已经吩咐人发散下去了。这是积德的好事。哀家抄抄经文，心里也安静。皇娘安心的颐养天年，儿子自当孝养。皇上，皇后娘娘突然晕眩，怎么说？哎，皇帝不必问了，赶紧去瞧瞧。儿子先行告退。走。姐姐方才吓死我了，没想到是这样的好消息。娘娘，皇上到了。微臣给皇上请安。起来吧。皇上，皇后怎么样了？回皇上，皇后娘娘是喜脉，已2月有余。真的？千真万确。只是这几日暑热难当，皇后娘娘身孕体虚，再加上动了气，才会眩晕。这几日需要静养，以保无虞。
太好了，江卫斌，务必让皇后好生调养，保皇后和龙胎万无一失。是，微臣这就下去准备。皇上，你说是不是景赐在天有灵，怕咱们膝下寂寞，所以又投胎转世回来陪咱们了？是啊，一定是景赐想咱们了，所以又回来了。还好姐姐无事，若是姐姐或者肚中的孩子受到伤害，那么嘉贵妃就算死了万次，也难辞其咎。怎么？方才朕进来的时候，看到他们在外头，是不是嘉贵妃又冒犯了皇后啊？是嘉贵妃言语出格，冒犯了祖先和皇上。姐姐替祖先和皇上主持，提点了嘉贵妃，才动了胎气。她说了什么？嘉贵妃究竟说了什么？事关皇子，臣妾亦为人母，不宜多言。但说无妨。这皇上都进去这么长时间了，还不出来？皇后娘娘不会真的有什么事儿吧？皇后娘娘吉人天相，一定不会有事儿的。天气这么热，还要人在这儿等多久啊？皇后娘娘凤体为和，咱们交心不已，都是心甘情愿在这等消息的。嘉贵妃若是不耐烦，大可以自己先回去，反正皇上在里头。等会儿咱们禀告一声便是。话说皇后娘娘这身子也太娇弱了，只是眩晕而已，又未昏倒，何必兴师动众、大惊小怪的呢？各位主久等了，皇后娘娘已经无碍，皇上请各位主殿内一坐。叫你们进来啊，是有件喜事要告诉你们。皇后有喜了。恭喜皇上，恭喜皇后娘娘。都起来吧，坐。谢皇上。皇上，皇后娘娘凤体如何呀？臣妾们还等着给皇后娘娘贺喜呢。皇后已无大碍，太医嘱咐皇后卧床静养安胎，目前已经歇下了。那臣妾们就等皇后娘娘凤体无虞了，再向她请安道喜，只盼着皇后娘娘凤体安康，能再得嫡子。朕也盼着如此啊。如今中宫再度遇喜，朕心甚慰。目前宫中最要紧的事，就是皇后和龙胎的平安。是。嘉贵妃，皇上，皇后遇喜，朕打算喜上添喜。你之前和朕提过永成的婚事，朕想着这永成年纪也不小了，是该找个好人家。你是永成的额娘，你有什么好的人选，可跟朕说说啊？多谢皇上为永成打算。臣妾确有一合适人家，是和仪亲王的次女与散治大臣扶松娥的格格，格格是皇室血缘，凤子龙孙，与永成最是般配。凤子龙孙，你倒是挺会替永成打算的。凡事往高里盼着去，不枉费永成行八行四的福气，祖宗庇佑的福泽。皇上，是臣妾失言了，可臣妾并无其他意思。臣妾每常告诫永成，有先帝和皇上这样的榜样珠玉在前，要他一定要用心为皇上做事，万不能辜负皇上。是吗？那前些日子御史使者来贺，说要让永成为孝贤皇后的嗣子，也是要用心替朕做事，不叫朕失望吗？皇上，臣妾母族一心效忠大靖于皇上，绝无二心。只是臣妾觉得，孝贤皇后身后只有一个和敬公主，而无阿哥承继。而孝贤皇后生前又极为喜爱永成，日日抱在跟前，
所以臣妾才这般说的。皇上，臣妾只是不明白，让四阿哥去做孝贤皇后的嗣子，岂不是让四阿哥有了嫡出的名分？御史如此请求，到底所求为何呀？英妃，你红口白牙的污蔑什么？皇上，臣妾母族对大清忠心耿耿，绝无他心啊！自从御史提出这样的请求之后，朝廷可就不安宁了。一些有心之人试图窥探朕意，说起早立太子之事。皇上正值春秋鼎盛，年富力强，何须早立太子？更何况自先帝起，即便有了合意的储君人选，也是放在正大光明匾额之后，待龙御宾天之后方能开启，以免会出现圣祖时九子夺嫡的惨状。说这话的人，岂非是在诅咒皇上？真是罪该万死！皇上，臣妾与母族绝无此意啊！绝无此意？那你们要永成出嗣为孝贤皇后的嗣子是何意啊？行八行四之语又是何意啊？你要永成做孝贤皇后的嗣子，你也不问问孝贤皇后在九泉之下是否会答应？皇上，这木兰围场之事之后，朕想着永成应该不会做出这种有逆人伦、谋害君父之事。可如今看来，有你这样的额娘，永成做出这种事情，朕也不感到意外了。皇上，木兰围场，永成忠心救父，您不能听信小人的谗言，冤枉了臣妾，冤枉了永成啊！皇上，朕冤枉你们，是你们拿朕的命来算计。你是有皇子，那又如何？还敢三番两次在朕的后宫兴风作浪，你是何居心啊？臣妾不敢兴风作浪，是皇后，是他们害了臣妾的孩子。皇上，永成失宠，臣妾不敢有怨言。可永璇还小，他们怎么下得去手啊？于妃，永琪嫉妒永成的宠爱，害得永成失宠，而后又去害永璇。你敢说这些不是你们做的吗？你敢发誓不是吗？苍天在上，我克里耶特海兰，若有心想害嘉贵妃之子，便不得好死，死后坠入阿鼻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嘉贵妃，你口口声声说别人害你的孩子，那么你呢？你敢发誓吗？你敢发誓，你没有害死孝贤皇后母子，你没有害了皇后娘娘、五公主、六公主，没有害了我跟永琪，这些你敢发誓吗？还有惠贤皇贵妃、梅嫔、宜嫔、阿若，这些人你全都没有害过的话，你就用你母族的荣耀，还有你孩子的性命发誓啊！我发誓。皇上，嘉贵妃她不敢发誓，想必那些人确实是她害的。发誓啊！皇上，臣妾若有所为，必遭报应。什么报应？你说清楚！誓言不读，无以为证。不然这样，你跟我说，我金玉妍若有害过这些人，御史必遭灭族！你这个贱人！我金玉妍和我的孩子不得好死！你竟敢诅咒我们母族！你这个贱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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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个贱妇！皇上息怒！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还敢谋害朕的皇嗣，祸乱朕的后宫！皇上，听清楚了，永远别想永成继承朕的江山，听明白了没有？娘娘，
皇上如此动怒，要不要去劝劝？皇上对君玉爷母子早有疑心，尤其是木兰违章的事儿，让皇上寝食难安。如今不过是疫病发作了，劝是劝不了了。李煜，奴才在。传朕旨意，封永成为贝勒，娶和硕额驸福森额之女为嫡福晋。这，皇上，为何还要随了他的心愿？即日起，永成出嗣，为吕亲王之后。从此以后，朕再也没有这种不忠不孝的孩子。皇上，皇上不能！皇上要忠心听儿子，你不能让皇上拖回西夏宫，废为庶人，囚禁致死。朕不想再见到他，滚！皇上，你不能不要永成，你可以不要直接，你不能不要永成啊！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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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息怒。君玉爷母子的路也就到这儿了。额娘，额娘，怎么了？这怎么了？四阿哥，额娘，皇上旨意，嘉贵妃禁足，废为庶人，从今往后不能离开启祥宫半步。来人，额娘，四阿哥出来。别，你不要还我呀！我不要太子，我只要你呀，额娘，额娘，永成，额娘，四阿哥，请您自重。走。额娘，额娘。皇上，你可以不要臣妾，你不能不要你的儿子啊，永成。额娘，别哭，儿子在这儿呢。额娘，永成，你听额娘说，额娘不能关在这儿。额娘告诉过王爷，额娘告诉过王爷要立你为太子，额娘不能辜负王爷，不能辜负王爷啊，永成。王爷。什么王爷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提那个人？你一辈子都是为了那个男人。我呢？我在你心里算什么呀？啊？我呢？不是的，儿子，不是的，儿子，儿子，儿子，你回来啊，永成，儿子。不是，儿子，王爷，永成。永琪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额娘，儿子今日听说皇额娘晕眩，赶去翊坤宫，却碰上华马的雷霆之怒，命四哥出嗣。这事儿你也知道了。那么，今天入夜之前，你四哥去了吕亲王府，你可有去送信？儿子不敢去。听说四哥孤零零走的，还听说四哥要办喜事了。这喜事不喜，自作孽不可活。永琪，你三哥失宠，四哥出嗣，你皇阿玛疼你，你又是皇后的养子，你可知道现在有多少眼睛盯着你？那儿子该如何自处？
额娘，听说皇额娘又遇喜了？是啊。是男是女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是男是女这么重要吗？不论如何，中宫已经有了嫡子，就是永基。永琪，你可知道你大哥、三哥、四哥为什么这么招你皇阿玛厌弃？因为他们都对太子之位有觊觎之心。永琪，你若要保我们母子的平安，就不要重蹈你四哥母子的覆辙。那么，不管是对着你皇阿玛，或是对着永基，都要谨守臣子的本分，不可有妄念。额娘与皇额娘苦心培育儿子，只是为做一个臣子吗？永琪，我要你跳出来，要你耀眼，那是因为你是你皇阿玛出色的孩子。但我要你臣服，让你甘于臣子，那是要保你性命的平安，要你对皇额娘忠诚。只有你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们母子才得以保全。额娘的教诲，儿子都记住了。入了秋好啊，秋高气爽。京城这最好的季节也就这么几天了，是该出来在园子里走动走动。皇后啊，这胎5个月了吧？身子骨可好？谢皇额娘挂怀，儿臣一切都好。这景思啊，走得早，皇后又紧接着怀了这一胎。朕啊，有时候跟皇后聊起，都觉得景思又回来了。景思是个公主，看皇后啊，这个肚子尖尖的，人也不见胖，倒是像个男胎的样儿呢。太医怎么说来着？这太医院谨慎，自然不肯吐准话。不过朕觉得，这一胎不论是男是女，只要平安就好。皇上，青天剑监正求见。青天剑，惯会甜言蜜语的，听听他们会咀嚼些什么好话。传吧。这。微臣叩见皇上、太后、皇后娘娘。说吧，什么事？禀皇上，微臣夜观天象，见天上紫微星泛出紫光，乃是祥瑞之兆。恰逢皇后娘娘有孕5月，微臣算得皇后娘娘这一胎必定是上承天心、下安宗兆的祥瑞之胎，贵不可言。可还真是好听的，皇帝。青天剑素来说话还挺灵验的。朕也希望皇后腹中这一胎能够带来喜悦，冲一冲宫里的悲怨之气。若真灵验的话，朕重重有赏。谢皇上。微臣告退。皇帝，永成成婚，听说场面惨淡，没几个人去贺喜。今儿个4阿哥和新福晋要进宫磕头，你总要见一见吧？皇娘，儿子有正事要忙，皇后有孕也不便。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儿子，再做错了什么，总得给他个颜面吧。永成初4，他就是吕亲王之后，不再是朕的儿子。他如果要带着福晋进宫请安的话，那便向皇娘请安就罢了。
皇上，臣妾会将贺礼送去给永臣夫妇。罢了，那哀家也就不见了。傅家，哎，备一对福寿玉枕，也算是表了哀家的心意了。是。贝勒爷，您是要去看您的额娘吗？我可不进去。等下见了庶人御史，我该如何行礼呢？总不能我一个福晋要去给庶人请安。你原是好好的皇子，前途无量，都是被你圣母连累的。这声额娘我可叫不出口。你是我额娘的亲儿媳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今日要不是要给皇上和太后请安，我才不进宫呢，平白给人看笑话了。也是，没有皇上的恩准，我也进不去。我就算是进去了，也不知道该跟额娘说些什么。走吧。主儿，您喝药吧。我不喝，不配喝宫里的药。主儿，您要是不喝药，这病怕是好不了了。永成呢？他不是已经成婚了吗？咱们没见他带着心腹进来见我。皇上说了，不让任何人出入启祥宫。如今我要见一见我的儿子们，皇上也不肯了吗？四福晋出身高贵，怕也是不愿意来见您，几位阿哥也来不了了。呀，有我这么个额娘，也是他们的耻辱。不见也好，免得连累他们。如今我这个样子，王爷怎么连个信儿也没有？皇上，何事？皇上，御史王爷送了好多女子的画像来。之前怎么处置的，你不知道吗？是，之前都是奉皇上的旨意，赐给了各府的贝勒亲王们，一个没留在宫里。可皇上，御史，这都是第4回送画像来了。皇上对御史是心有顾虑。但这几次3番的服了御史的颜面，怕是也不大好。是啊，皇上，御史使者说，这画像里的美人儿都是御史王爷亲自挑选的，其中有一位宋姓美人儿，更是国色天姿。皇上您看看。罢了，就留宋氏封为贵人，挪去圆明园居住，不许住在宫里。这。